根据台南市政府消防局的统计，住宅火灾的死亡人数是占所有火灾死亡人数比例最高的。住宅火灾人员罹难的原因的主要因素，是因为火灾发现的太慢，导致错失了逃生的第一时机。所以借由装设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可以在火灾发生的时候提早侦知，通知民众提早的避难，保障生命财产安全。助警器的功能有2种，一种是增烟式的助警器，一种是定温式的助警器。增烟式的助警器，只要是在探测区域范围内侦测到烟粒值就会作动。定温式的助警器，只要在探测的区域内感知到温度大约是50到100度，它就会作动。所以平常居家是厨房还是神明厅，它平常会有烟产生的地方，我们会建议加装定温式助警器。至于其他场所，像卧室、客厅、储藏室、餐厅还是车库，我们建议加装增烟型探测器。大概是有22户左右。是他们都有协助，就是协助他们装设助警器。之前有来讲，所以我选择比较适合，像这个就只有1位住而已，所以一定要装，才不会有危险性。现在是炎炎的夏日，那么大家用火用电都用的量都很多了特别是用电。那么电气火灾呢，在住宅火灾的这个案例当中呢，它算是居高不下。那么希望市民呢能够多注意用火用电的安全。掌握市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欢迎收看《市政3分钟》，我是林依婷。上礼拜的关庙大火夺走了4条人命，住宅警报器的安装也成为了焦点。然而，助警器的安装真的有很困难吗？台南市政府消防局针对独居老人及弱势族群助警器的安装进行补助，也呼吁夏季用电大增，民众日常的用电及用火安全必须保持高度谨慎。现在让我们来听听韦哲市长怎么说吧。大家好，我是台南市长黄伟哲。最近各县市陆续传出火灾，不管是在营业场所、工厂还是自家住宅，都发生到不少遗憾。其实说真的，台南市也有发生过。我已经要求台南市消防局来补助弱势团体加装住宅火警警报器，同时请台南市政府各个局处加强对民众的消防安全的宣导，包括鼓励民众提升火场逃生知识。住宅与营业场所加装火警警报器，目前在台南市已经有7.5万户弱势家庭加装了住宅火警警报器，还有不到2500户，也就是1/30的住户还没有安装。也请一般民众自主检查家中的消防安全设施，如果有坏掉了或是已经过期的灭火器，赶快去换掉，因为命是自己的，家人的安全也是自己的。我们不希望说为了省小钱就造成大遗憾，这点是要拜托各位的。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陈碧纯，欢迎收看7月2号礼拜4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上主青甲3馆农有线电视过去13档来，每一档拢会举办卡拉 OK 比赛。不过今年因为受到疫情的影响，所以停办歌唱比赛，改成举办主播夏令营以及看电影的活动，欢迎民众报名参加。上主参加3广有线电视深景台南以在地企业回馈社区精神，过去13档来，伫台南市政府甲台南市原6区公所等各界热情支持，每档拢举办爱在社区卡拉 OK 比赛，愈办愈盛大，互民众侪侪精彩难忘回忆。今年因为疫情影响，为了配合政府防疫新生活，甲有效管控参与民众的人数，决定停办歌唱比赛，改办室内主播夏令营以及爱心公益电影院等系列活动。上主青甲3广农有线电视是在地企业，嘛是在地媒体。所以阮希望伫今年这个时间呢，阮来办一个主播夏令营的活动。那主要是讲会当互咱的学生会当来透过
阮的课程内容啊，对阮这个媒体有这个更进一步的认识。那除了基本的主播跟采访写作之外，那另外我们还有装法，然后如何阅读以及如何判别假新闻等等这一些非常有意义的这个课程内容。那希望我们的国中生、高中生，还有我们的小学生们，可以共同来参加我们的这个活动。其中主播校营有2个梯次，7月30、31号2天开放国小4年到6年学生参加；8月20、21开放各国中的学生参加。课程当中，卖提供主播的体验甲实地采访演练，相当难得。主办单位表示，活动采取网络报名。报名时只需要交保证金，课程完全免费。报名期限到7月6号截止，凡有兴趣的民众卡手来紧。台新闻综合采访报道。由云嘉南滨海国家风景区管理处为6档前开始举办的艺术季，每档拢有新的创意。今年就伫个7个游客中心打造一只真大只的乌面腊杯地景艺术。为7月11号到8月30号，欢迎民众小节去翕相、欣赏岩雕艺术、甲光雕剧场。现在来到7个游客中心，上界险猫第几只悬4公尺、总长达到16公尺乌面腊杯地景艺术，号名7个上 happy。趣味表情，就亲像要陪入来，甲游客做伙佚佗，嘛凸显当地生态特色。成为云嘉南管理处一年一度一箭双雕艺术季新的亮点。商务处长也特别装扮奇异朴素，强调就是伊将乌面腊杯变大只，欢游客拢来翕相留念，嘛来欣赏7月11号开始的岩雕作品甲光雕剧场。那大家也都一直在猜测说这是从哪里来的，是我变出来的。掌声鼓励有 happy 吗？对，所以另外我们在七股游客中心这一次的光雕里面也是把这个绿色隧道、市草绿色隧道把它搬到这边来利用数位科技、灯光、音效，然后让大家能够不用到市草，也可以来这边游客中心来体验一下我们的美丽的绿色隧道的一个自然的生态风景。那最主要还有一个就是在七股的盐山的这一个。我们创作了一个最大型的岩雕心心相印为了宣传暑假开始相关系列活动，市长吴伟特嘛专工到场，加观光旅局长等所有贵宾用杯鸟的起杯来象征台南的观光产业一飞冲天。请起飞！哇哈！我刚刚现场非常的热闹，让我们一同迎接2020一箭双雕艺术季。那我们很感谢云嘉南风景区管理处，事实上同仁们都很用心，每年的一箭双雕的活动都是有新的惊喜，有新的彩蛋。今年的彩蛋是特高的黑面琵鹭，好，那黑面琵鹭现在有4公尺高，所以是蛮好的。如果它能游到安平碰到虎鲸的话，不知道谁比较厉害哈。但是不管如何，这些都是这个活动的亮点。也希望说各位好朋友，马上暑假假期就要到了，消费券那个3倍券马上就可以使用了，大家狂来台南拼命的暴富慢慢暴富，我们将来也会绑定不是将来我们也会这个抽奖抽轻豪宅那所以说我们奖项是非常丰富的那这个不管是名车，不管是豪宅，不管是现金都有非常值得大家可以来这边消费的。7月1号开始，配合安心旅游，一箭双雕艺术季，马要预计伫7月11号到8月30号，伫7个游客中心举行，欢迎民众小招做伙来一抓无同款的旅游体验。台新闻军及何乔邦采访报道。台南市立昭明国中是一间大用国中，因为推广国民教育，为民国57年被政府征用。也就是讲，虽然是私立学校，但是经费却是由中央的预算支出，一档大约9000万。不过长久以来，却造成邻近的2间公立中学招生失去平衡，其中一间只剩18位学生，强要倒点。议员王家珍上午召开记者会，呼吁市府教育局爱正视这个问题。行过将近1甲子的大英国中这个名词，相信真侪人拢毋捌听过。
毋过议员王家珍因为接到未少的教师陈情，表示台南7个的招名国中，明明是一间私立的国中，毋过每当9000万的预算，却是来自中央，拍着私立国中的价格，毋过却是公立的收费。现在总共有27班900多名的学生，相对造成7个的德桥甲后港国中招生失去平衡，2间无到100名的学生，其中后港国中只剩3班18名，成为全市上少的国中。要求市府教育局就法令甲制度爱解决这个问题。国家办好教育，天经地义。那民间有心人心学，我觉得也是要特别跟他感谢。但是呢，今天是产生了一些奇奇怪怪的制度面的状况，我们也搞不清楚，法令也很不清楚。然后呢，最让我们看到的就是说，这个预算全部都是来自中央政府的预算。挂出来的招牌叫做私立中学，我们是盼望从制度面、从法令面向来让我们大家都理解代用国中到底是怎么回事。那我们教育局单位，我们给了他那么大一笔年度预算了，他受不受我们的监督，受不受我们的相关的行政法规的规范？他们人员的聘用，教育局是怎么样子的一个态度？我们对他在督导管理上面，我们是有定一个督导管理及辅导的办法。那我们每年度就会就他不同的，比如说他的教学的面向也好，人事管理的面向，或者是学务等等这一些不同的面向，我们会组成一个联合的督导小组。到学校去做相关业务内容的稽查，还有人员的这个访谈，然后有一些相关的缺失的话，就会提供请他们做改进。所以在这个管理的机制、督导的机制上面是有这样子的一个建构了哈。教育局强调，虽然经费是中央编列，不过市府还是有辅导甲监督小组的督导。至于是毋是要纳入公立，因为牵涉国立的成本伤悬。但如果改为私立，卖精英，同款市府嘛爱伫咧当地来增设公立国中，恐惊阁需要一段真长的时间。因此，目前还是调向策略联名的方式来办理。台南新闻联跟采访报道。由赞培雅爱心义工协会举办的寒暑假中餐助动计划，今年已经迈入第8档。为一开始靠着义工来斗3工，也有民众小野捐款，一直到即马得到善心企业帮忙，将全部的所得捐入中餐助动专户，希望借此抛砖引玉，帮助更加侪弱势家庭的囡仔。赞培雅爱心义工协会寒暑假中餐助动计划。对2013年实施到现在已经8档，一档的开销大约需要50万左右。议员詹培雅表示，借着社会善心人士的捐款，甲爱心义工协会手工杀文的义卖，才会让计划持续8年，唔捌中断。我们所有义工的所得都来自于善心人士的自动的捐款哈，自动的给咱寄付。还有我们所有的义工的手工皂的团队，就是我们这义工妈妈哈，上面这些哈，一起帮忙我们做手工皂来做义卖，起的我想我一档了哈，8年了，1年的时候我们的费用是大概50万左右，当然我们的费用都是来自于自由的捐款，除了像黄丽如会长，还有那个善心以及很多的善心人士除外，还有我们这些手工皂的妈妈。帮大家的忙。其实要持续8年的活动，其实要集结这么多人，把这个爱心一直延续下去，是我觉得我们要大家共同抛砖引玉，然后继续能够延续，这是一项很不容易的坚持。所以我很肯定培雅姐的坚持，所以我觉得我们公司还是一直做到培雅姐觉得。继续要做，我们就继续做。其实我们服务的不止东区，就我所知，好像还有
别的区，那他们有需要的，只要来服务处跟我们讲，我们都愿意提供这个善心便当哈。那可以让这一群应该要受到帮助的一群中低，我们不能说低收入，因为低收入的话，政府其实都有补助。那我们帮助的那一群是，他们其实是在一个边缘地带，没有办法接受到政府的救助，但是实际上他们是需要帮助的。议员表示，根据儿童福利联盟的调查，发现2018年儿童福利协助的家庭当中，大约有5成的囡仔伫咧长假当中会面临3顿无人食，因此伫咧今年的暑假，对7月15到8月28，协会将每天供应将近400个营养午餐，予东区的在一间国中小学的学童，希望借此会用的抛砖引玉，吸引更侪善心人士共同响应。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休困一下，马上回来新闻现场。跟我们一起走进阅读森林吧！我们将阅读分成6大主题。首先邀请到新时代作家杨富敏、江娥、李炳书、阿春爸、IG 作家，来到台南爱读册节目中与您见面。敬请锁定每晚8点半第3公用频道。南台湾机械产业的年度盛会——台南自动化机械展甲智慧制造展，7月2號伫南港世贸展览中心盛大开展。今年总共有243間廠商来参展，超过960個單位，無論是規模也是數量，攏是南部地區上界大的。由工商時報甲市府所合辦的2020台南自動化機械展。2號下晡伫南港世貿展覽中心盛大開幕。2020台南自動化機械暨智慧製造展開幕正式典禮開幕，來麻煩我們用姐。自動化機械展伫台南已經連續舉辦3檔，是南台灣上大的機械展。主辦單位伫疫情趨緩之後開幕，就希望會當透過廠商的參加，帶動經濟發展，展現台灣伫相關產業的實力。在今年 COVID-19 的疫情期間，我們口罩國家隊就見證了台灣自動化機械以及工具機產業的一個堅強的這個生命力，以及他們團結合作的一個堅強的戰力。我覺得其實這個台灣這樣的一個台灣經驗應該複製，而且向世界各國展示台灣很強的工業力。因此呢，我們對於台南這個自動化機械暨智慧展，我們覺得其實非常期待，也非常感謝《工商時報》能夠連年的舉辦這麼多場的這樣的自動化機具展，我們非常非常感謝，也希望說借着這個展示，能夠讓更多的國人以及業者，甚至國際人士透過視訊，能夠了解我們台灣的工業的現狀。這次總共來了243間廠商，再來超過200台上新的加工機台做展出，利用廠商甲廠商直接接觸的模式，要來創造更多商機。我們今年的規模是我們30年來最大的一次啊！這次雖然在疫情當中，可是我們是規模最大。那我在想，我們為什麼可以規模最大呢？當然，第一個當然就是我們的增長團隊的努力。第二個，我覺得最有可能是台南市政台南的整個產業發展基本上是在蓬勃發展當中，所以我們有辦法辦一個一年比一年大的一個機械展。那台南有沙輪，有台積電的新的一個製程。那我想最近台南的房地產的價格好像也在往上漲啊。那我們有幸《工商時報》有這個機會跟台南一起共榮共存，一起來發展。
2020台南自动化机械展，为即马开始持续展出到6号为止。主办单位欢迎大家踊跃来南胖世贸中心看展。台南新闻张硕伟采访报道。大台车转弯因为有视线死角以及内轮差的关系，时常有伤亡的事件发生。为了加强宣导，避免车祸发生，警察局第3分局加监理所联合举办宣导体验活动，邀请各车行的大车司机来参加。常常看到用路人被转弯的大型车得到的伤亡事件。为了降低大型车交通事故发生，宣导民众要有防御驾驶的交通安全观念，以及大车司机的注意事项。台南市警察局第3分局特别结合交通警察大队、台南监理站、市府交通局以及和顺工业区联合举办大型车内轮差交通安全宣导，模拟司机驾驶大型车应该要注意内轮差引起的视线死角。大型车因为它本身结构的一个问题，所以它的会有一些死角，所以驾驶人虽然很注意，但是有些还是没有办法完全顾虑到，所以会产生一些甚至于造成死亡车祸的一个发生。那我觉得每个车祸的发生，不管都是对人的生命啦哈，或是财产的一个危害哈，所以我们觉得这一部分有必要来推展然后来公开的宣导呼吁我们这些大货车、大卡车的驾驶多注意到周边周边。那当然我们有呼吁，一样是行人或是这些用路人驾驶人也是一样，同样注意到大货车有这样的一个情形。所以只要在那死角的范围内，要多注意。以往拢是到校园，或者是社区宣导交通安全。第3分局这次特别将活动刷到工业区举办，并邀请经验丰富的司机分享驾驶大车的注意事项。最会发生意外就是转弯了，所以转弯它有内轮差嘛，有的人他不太知道，他喜欢跟大车抢快。还有一些又习惯钻那个车缝，这是最危险的。真侪车祸拢是因为无甲大车保持安全距离才发生。警察局第3分局呼吁大型车伫转弯时阵，爱加大转弯的半径。行人、自行车以及机车应该爱甲大型车保持安全距离，避免进入内轮差以及视线死角的范围，确保自身安全。台南新闻张硕伟采访报道。新闻最后赶快来关心气象。明仔载是10分，有时乌阴阵雨，或者是雷雨的天气，温度29度到33度，落雨的几率有6成。海面平均风力4级到5级，上大阵风是6级。感谢你收看7月2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陈美泉，咱再会。